大家好，我係 Kitty， 今日整薑蔥魚腩。整完咗之後，燒紅埋個瓦煲，咁就放薑蔥魚腩落去，就係薑蔥魚腩煲啦。喺魚販嗰度買一嚿大魚腩，叫佢切埋件，一定要洗走黑色呢啲同埋紅色呢啲魚血，因為呢啲會好腥噶。用清水再洗乾淨，再用抹手指抹乾，落鹽、糖、胡椒粉，揦佢先，跟住落酒、魚露同埋生粉，揦勻佢。預備料：蔥白切段，留返啲綠色嘅青蔥，挑5至6個差不多大小嘅蒜頭去衣，方便一陣炸嘅時候呢，大家嘅熟度都差不多。薑片6至7片厚切，一個容器放入生粉，魚件放入生粉，平均沾上。燒熱個鑊，先至加油，開大火，落多啲油去炸魚腩。唔知道得未呢？放幾粒粉落去試下，如果佢浮起得好快，咁嘅油熱就 OK 啦。油嗰度可以落多啲，但如果家用嘅話呢，落少啲，好似而家呢個畫面咁都可以。咁就係半煎炸，但係就要多返少少時間，因為個油唔夠多。魚件落咗鑊之後呢，等佢定型，唔好翻佢。一路係咁炸。中間呢段時間可以翻下魚件，魚件開始熟，裏面嘅汁液走出嚟，會有啲滴滴答答嘅聲音。呢個時候就可以加生蒜頭啦。咁生蒜頭一齊炸，細塊嘅魚件熟嘅時候可以先撈起，避免過熟。魚腩炸熟咗之後呢，會輕身啲嘅。呢個呢要憑感覺，冇辦法話俾你知幾多分鐘佢就會熟。蒜子炸到上色，金黃色，我哋可以先拿出。太深色呢，陣間會繼續熟；繼續深色呢，就唔好睇㗎啦。厚嘅魚件我哋反一反佢，例如近個頭嗰個位，嗰啲肉比較厚，就可以炸耐多一陣。如果真係唔確定熟唔熟呢，揾隻筷子吉一吉最厚嘅位置，吉得入嘅話就熟㗎啦。全部嘅魚攞起，控油。呢鍋油呢可以重用嘅，我哋就擺落一個器皿先。將個鑊倒走晒啲油，留返些少1-2滴，放薑片，炒至兩面都香，放埋白葱段，
爆香佢，你會聞到好香嘅味嘅。跟住加入炸好嘅魚腩，平鋪喺個鑊嗰度，蘸酒，加呢個湯殼4/5嘅水，視乎魚嘅份量啦。想等佢煮一煮，咁啊更加出味嘅。而家我哋預備埋個醬汁，魚露1茶匙，蠔油1湯匙，生抽1茶匙，老抽2滴，撈勻佢，跟住落糖3/4小匙，些少胡椒粉。其實頭先啱落完所有嘅都係鹹味嘅嘢，所以我要落返個糖，等佢調返個味。等啲汁液差唔多收晒呢，我哋落埋綠色嘅青葱段，撈撈佢，熄火，就放到一個已經燒熱嘅瓦煲嗰度，咁就係薑葱魚腩煲啦。出面好多茶餐廳呢，就係直情將嗰個薑葱魚腩就擺飯嘅側根嗰度上嘅啫，即係碟頭飯嘅薑葱魚腩飯。呢個餸呢，好味又下飯，有豐富嘅蛋白質。而家可能啲材料貴咗，去茶餐廳食呢，都已經少咗薑葱魚腩飯呢個選擇。如果你都鍾意食，可以自己復刻返呢個菜式。我係 Kitty，下次再見。